丞相，你怎么老是喜欢躲在这里呀？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，房子和我们回去吧。好了，我看你们啊都长得那么大了，还是这样爱自己。好，我去叫香蛋把酒菜端上来。今晚啊，我们好好的过一过这段缘景。多谢岳母。恐怕会妨碍你的思维上进。你放心，我父亲年道，生活之中多养精儿，贵人3岁自修，生我的文章大有长进。要是老爷问你要文章呢？是啊，昨天老爷他说问我要文章，我心里就把你下的文章交了上去。那岂不忘了事？当初我也以为忘了事，谁知母亲看了文章以后，连连点头，称赞不息，就是文章都做得不错，可是儿女情太重了一些啦。好贤呐，你怎么把女儿家的文章曲目文字，岂不贻笑大方？贻笑大方？